等下国内来关心选举，总统大选明年要举办。国民党侯友宜昨昏有公布伊的治安政策，要成立缉毒署，要来打击毒品的犯罪。因那郭台铭的后生郭守正传出讲，风声伊10月底雄雄走去美国，不过面对媒体提问，郭台铭是笑笑也拢无应。因那热清的竞选总部办公室是批评民众党即马拢杀咧乌白攻击，因那民众党的高文就是伫台南的目标开讲面对群众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最高尾暗伫咧台南海岸商圈参访，暗时是伫台南市树地目标头前演讲，对两岸问题伊讲维持现主席状况是不得已的选项，希望台湾是中美沟通的桥梁，毋是双方对抗的据点。国防上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，天下也没有那个叫不要钱的和平，和平是要有代价。大选瓦军参选人拢提出政见，国民党侯友宜发布治安政策，算是要设立缉毒署，对阻止校园毒品的源头、打击帮派、破除运毒链等5大方向，全面打击毒品犯罪。为了向毒品宣战，侯友宜正式在这个地方宣布成立缉毒署专责单位来打击毒品。侯友宜认为郭文哲所公布的民调加权了的误差差伤多，官办是回应讲，调查资料本来就需要加原始样本加权调整，来符合人口的结果。因那团讲郭台铭的后生郭守正10月底突然间去美国访问，郭办一个界列做最高机密。郭台铭催稿是无讲，这是不是聊得很愉快？儿子目前是在美国吗？民众党是搁再加民进党的赖清德竞选总部核心的成员，争议真多，那被互相呛声，就是拿旧的新闻来转移最新的争议焦点。为什么民众党要跟贪污罪嫌起诉的陈雅玲、涉嫌暴力讨债的王冠军、李顺胜，以及涉嫌违法招标工程的杨乔安，这些文哲12门徒站在一起。老板是批评民众党想要用新的议题转移争议焦点，这种无影无迹的攻击，让人真遗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